后来乡亲啊，这个风台尾伫个下港是变超大雨，高雄的美浓有袂少的所在拢做大水，部分的地区这个水退掉了后，道路顶拢是树枝、烂土甲倒去的路树。当地果拢是真无奈，讲这个金蕉种得要1年咯，结果互风台扫一个，金蕉树是连根挽起来，损失至少100万。大雨继续落，美浓河规个拢是土沙水，较比风台带来好大雨，互高雄美浓严重淹水。就算开辟已经加离开台湾，灾情赶快不断。其实这边原本都是一个淹水的状况，因为这边可以看到说有非常多的树枝呢，就是这样子倒在地上啊，以及说有非常多的淤泥，然后甚至因为昨天的强风关系，有芭蕉树是倒掉的状况哦。前往有名的景点黄蝶翠谷路边嘛是糟蹋霜冻甲真食力。风台过来时，有37个营队老师学生受困，即嘛最近提民众嘛是爱等去处理，并扫出来。那个桥啊，就是那个水啊，就已经长满很多那个树木什么杂质，都一直塞得很多了。很多都睡不好觉，前天晚上都睡不好，昨天晚上才跑来我大姐这边的。那民众爱保险并等出来，头壳摸咧烧的，各当地农民。金蕉树规丛动去，无奈农作物种要1年，却拄到真大粒的风台，财损的金额初步估计上少100万。啊，无太，这辛辛苦苦要收成啊，要几担啊呢？然后金蕉要1担啊要变钱。农民感觉讲，就亲像回到15年前的北北风灾，较比风台一天落雨量，敢若伫咧高雄山顶都已经超过1400毫米，超过北北风灾一天1200多毫米。希望相关单位要有听心，加紧斗相共，互国际农民会当渡过这摆难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